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运动的时间又到了，准备要同大家共下来做运动的还有地线老师，也俺们客家来共下做2、3人的双人瑜伽、双人瑜伽。俺呢双人式呢有做动作不同、各式各样的，有树啊，有脊椎啊，有脚。哈，也哈好运动呢，也玉美老师、老地线老师来同大家分享，用的这个前弯哈，你讲哈，平常人的前弯哈，弯唔下去嘅，用的用2、3人的力量，2、3人的合作无间，2、3人的帮忙哈，可以做到前弯。好，譬如讲，好来，我们面对面，好，也还这个做前弯的时候，脚伸直。乡亲朋友，也还你去个做前弯的时候哈，好，也还屁股肉往外搬，屁股肉往外搬，好，手掌来，也还脚掌对脚掌，去感觉呀对方的温度，手掌来，好，假使你前弯的时候，好来，好，你假使前弯的时候，你拉我，我总係做得安尼，聽聽，我來唔下去，我總係做得安尼，唔過2、3人就變好，2、3人的力量呢，給老外帶過去，哈，吐氣，下去，個吐氣，下去，個吐氣，個吐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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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透氣，透氣，透氣，不用輕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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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我就可以做到了。假使我還做唔到的時候呢，就會慢慢的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放起來，放起來。好，鄉親朋友，也我帶地線老師做，假使講佢前彎喺做安尼，俺就停到呀。好，啊有兩個另外的力量下來，個另外一個力量下來，個另外一個下來，吐氣，好，佢就可以板凳，好，就可以做到2、3人的方式，好，做前彎，好，佢來我來佢，佢來我來佢，用安尼。互相幫忙的方式，嗰個腳呢，腳趾頭就唔會翹起來，好，慢慢的來吸氣，好，慢慢的手掌來。鄉親朋友，唔好講老師，我就冇辦法做到按沉的動作，用個3年我做唔到，好，腳彎曲，手掌來，做下安尼，好，你可以做到安尼哦，你可以做到安尼，好，吐氣的時候前彎，後彎。好，吸氣，轉來，好，放佢來愛咯，一個前彎，一個後彎，吐氣，不用輕鬆。好，吸氣，上來，好，個安尼，好，按呢方式要做得，好，做前彎2、3人的方式，個還有很較好的方式呢，用嚟做呢，來背對背咯，同樣背囊對背囊。來，中央坐墊呢，背囊對背囊。好，然後呢，你坐墊，好，你坐墊中央背囊對背囊。我呢，我腳彎曲，我先手掌來。好，地線老師的背囊，讓我背囊呢停到了。好，然後呢，背囊對背囊以後呢，然後我手腳墊佢。好，安尼哦，一樣的呢，一樣的幫助佢做前彎呢，我腳靠近。來慢慢的，身體唔好離開哦，吸氣，用啊身體的重量，好多了，好，你先在這邊停留，好，你假使講做唔得下去，你就停到呀，好，你的手往前，還不要下去哦，鄉親朋友，假使講你做唔得下去，也不能過行硬，你就停到呀，好，吐氣停留，好，口業法呢，慢慢的下去，好，我腳伸出。停到呀，第二個，擴胸吸氣，吐氣。鄉親朋友也唔可以危險，也當安全的動作。好，啊放起來迄個手臂，高手臂，同樣啊，好，我腳要彎曲哦，身體唔好分開哦，連等頭對頭，背對背，吸氣。好，我再按你溜下來，頭往上推，
推我的头，推我的头，推我的头。好，慢慢的转来，吐气。好，停留一下，调呼吸一下，停到呀。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你看起来我知道讲，要按呢按难。好，我知道讲，我有危险哦。你放心，因为老师做26年呢，好，筋骨呢越来越用，越来越健康。个呢，唔会有骨质疏松，好，人骨质密度会增生。你在当安全的范围之内，好，2-3年要当有默契，好，慢慢的、一滴一滴的做。因为老师搞不太敢爱动作，一定会懂安全。好，压问地线老师，双脚弯曲，好，同样哦，好，双脚抱膝，好，挺多呀，头对头，再推我的头一点点，好，按呢，手多呀，慢慢的头吸，腰跑掉了，好，挺多呀，好，慢慢的头吸哦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乡亲朋友，唔知嘛？平常自家做的时候哈，好，因为地线老师分开，地线老师保持这个姿势啊哈，因为老师分开，你看到平常自家坐凳的时候，系咪安尼？好，你坐凳的时候，系咪腰骨好背囊强强，好背囊强强啊，腰骨来唔顺风去了，用来就来唔风去了，我知道讲安尼，腰酸背痛。肚子也无力，腰尾也无力，可以来风去了。也下唔自家呢，来风去了去，你老记用2-3年的方式，你看，也下用脊背呢安尼，脊椎呢老来安尼，你莫个这么做，你就做安尼，你就会老年脊椎来存了，你就避免腰酸背痛，好避免那个弯腰驼背，你就安尼做。个呢2-3要培养2-3段好的感情，因为样个咩？那你做等去，你会知道讲佢很瘦喏，不能瘦，也讲不能冷，你会知道讲能量本，人能量本去，2-3年就是变得懂有默契。可是你两公婆啊，两姊妹懂我严格哈，也讲感情磨好诶，因为老师建议你讲，当你做一下双人事，好培养感情。好，慢慢的，然后做动作了，然后玉美老师脚伸出来，勾脚跟，好背对背，好，地线老师脚弯曲，好，假使讲老师我弯度冇按好，好来吐气，地线老师爬上来，腰不要跑掉哈，我做挺多呀了哈，我挺多呀安尼，我做挺多呀，我做冇下去嘅呀，你讲老师我做到安尼冇上过，你做挺多安尼，头吸吸气。吐气，你就不用强手，你还可以按你摇啊，拿给按摩，给我吃的好幸福哦。好，你参与把声音的样啊，好，摇啊，好，慢慢的给我爬上来，好，我就下来，吐气。好，一下呢，玉美老师都呀，当轻松当刺眼。好，地线老师扎到我的背囊骨方，我就头吸哦，吸气，吐气，然后那个摇啊。好，准备放起来了哟。好，慢慢的手扎起来，对不对呀？好，慢慢的吸气，一吸嘞，放起来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坐上来去，不用下来，不用轻松。好，慢慢的头吸啊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脚弯曲啊，脚弯曲，放起来。好，go背对背啊，go调呼吸，头吸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向前面转过来，乡亲朋友，那个双人瑜伽呢，好，有多种方式。好，
你哈，你讲用前弯过后呢，有没有吃到个哦？也会你吃到很啊，冇好些。一下呢，牙梳，你的手放在这边，牙梳不用了呀。好，吸气，我不会数。好，我不会数，来，好，慢慢的来上来。好，护沟，轻轻的叠着。好，转身啊，转到我背，后背，停到呀。头皮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一下就缓和跟他前弯的动作。好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转身哦，转身回来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按姿势，停到呀。好，谢谢。前弯的让老娘心更柔软，更谦卑。吐气，额头放地上，用强松。好，让你的心臣服于大地，臣服于所有的爱跟慈悲，融化在你的爱跟慈悲里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往前，往上，往上。好，停到呀，慢慢头皮吸气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吐气，停到呀。好，慢慢的转来哦，转身，也手咪可以向下按呢。好，来向来，按呢，向上啊，咪向上来开来，停到呀，头皮吸气，吐气，不用到呀，哦，不用到，按呢感情一定要好的啦。好，吸气上来，往上，好，靠胸，转来。好，同样啊，紧紧牵着我的心爱的家人，我的好同事，我的好朋友，我看我朋友做双人事的话，记做黑爱做黑记，感情不会散。好，也是安尼好好运通的给双人事，好做前弯、侧弯，知道了。我记得咯，当一做够培养感情，好彼此爱的流动。来，谢谢。两三年向下做运通，相亲朋友要做得幸福家人、好朋友、同事向下来做哦，就会当日当健康、当快乐、当开心。